个无敌的小可爱。白山叔叔，你来啦！叫白山哥哥，乖，去把沈梦叫过来吧。什么情况？暂时一切如你所料，朴阿猛已经被三爷接走了。那他现在身体里的应该是庄羽，除非2只了。讨厌！拿着！喂，拿手机给我。好啊！那第二步呢？依靠庄羽的推理能力、傅璇的心理分析，揪出三爷背后的人。没时间了，我去打个电话。喂，亲爱的，我找到那个木头。好脏啊！我又回来了。看来刚才的这段音乐会造成人格紊乱，随机抽取人奏上这把椅，但时效过后又会恢复成原来的样子。虽然有2双拖鞋，但明显比阿猛的肩要大太多。衣柜里的衣服也不是阿猛的 size， 不是女朋友。这个帘子，沈梦，应该称呼你携带者001号吧？你的最终目的是什么？融合人格能力，打造一支超人侦探。这个帘子，难道这一切都不是巧合？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他们目标。你在干什么？木兰已经在追踪阿猛，我先走了。兄弟们，开工！